你有冇發現好多人投資咗幾年，成日都話自己想賺多啲，但戶口始終冇乜突破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根本唔係有目標，你只係有幻想。想賺多啲唔係目標，想快啲財務自由都唔係目標。目標係你要清楚講得出，你想幾時之前累積到幾多資產，你願意付出幾多時間、紀律同埋代價。思考致富聖經入面，拿破崙希爾將慾望放喺第一步，唔係講貪心，而係講一個人要對自己想要嘅成果有非常清晰、非常具體嘅定義。佢提出真正有效嘅目標唔可以只係停留喺腦入面，而係要寫低明確金額、達成期限、你願意付出嘅代價，仲要每日反覆讀出嚟，等個目標慢慢進入你嘅潛意識。呢個觀念背後想講嘅係，其實成功唔係靠彩數，而係由清晰目標開始。對投資者嚟講，最危險唔係一次兩次蝕錢，最危險係你連自己想用幾多年，達到去咩資產水平都未講得清楚。而你完全唔覺得有問題。當你冇目標，你見人買乜就想跟住買；當你冇方向，你見市場一跌就開始心慌慌。因為一個冇明確慾望嘅人，最後通常都會俾市場情緒幫佢做決定。所以今集你只需要記住3個重點：第一，財富唔係由想要開始，而係由講得出幾多金額同埋幾時要開始；第二，投資前先定好目標，唔係先獻 number。第三，冇明確嘅慾望，市場情緒就會代替你去做決定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同自己講我想賺多啲，請你直接寫低以下3條問題：第一，你想幾多年後有幾多資產？第二，你每個月願意投放幾多資金？第三，你願意為呢個目標改變邊樣習慣？當你個目標定得夠清晰，你先會有真正嘅財富方向。投資由提升認知開始，並持續保持良好情緒。密切留意我嘅13集思考致富聖經，用13堂短課全面提升財富思維，